講我個朋友仔快啲睇過嚟啦！坦洲依家經驗抄底10盤啊，加推價直插地心。依家3房咧，僅需要9000蚊就可以入手呢度啦。跟住落嚟咧，跟住個鏡頭去睇睇啦。珠海城軌明珠站行600米，嗰條馬路就係珠海地頭。91方嘅爆款3房，總價先80平賣，單價係珠海嘅1/3都唔抵啊！102平方米咧，南北對流嘅雙陽台，比隔離樓盤89平方嘅仲要平20萬喎，慳翻嘅錢都夠買一台 Model 3啦。首期5萬即刻鎖房，免息分期零壓力，白攞2年，一共44000租金補貼，月供咧相當於直接打7折喎，2萬嘅家電禮包，精裝房拎包入住，車位券加管理費，加卜金蛋嘅幸運大抽獎，快啲嚟睇下啦！開發商癲咗啊！6重王炸福利，呢波加推得35棟，開發商好明顯係清倉跑數。而家買咧，等於喺珠中交匯處買台印鈔機，租俾珠海啲白領咧，月收入係3000加。當你成個珠海去揾嗰啲窪地筍盤嘅時候咧，呢個樓盤就係你揾緊嘅窪地之東嘅地下室啦。首期5萬就可以享受雙城物業加軌道資產，再猶豫就要睇人哋收租啦。後20名仲送專業驗房師輔助收樓。